都已经打完了全部。小小，小小，来坐这儿。说他必须在3枪之内打出29环的成绩，才能超过斯卡纳克尔获得冠军。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，场上选手基本都已经完成了比赛。让我们来看在40号靶位上的徐海峰，他看起来很紧张，让我们屏息以待。10环，这一枪打得10环，冠军，中国选手徐海峰。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谁啊？这是人家家的。这辈子都没想到，我们一家就这么撞进了麻阳街。我这么近距离地看一个女孩，看她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的青春开始了。你们就是31号新来的住户啊？哎，叫什么名字？易胜利，郝朴实，易东东，易楠楠，易西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东西南北呢？开车怎么找不到北？啊，说说，什么情况？啊？同志，情况是这样。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怪他们。哎，怎么怪我们呢？哎，要不是你们一家子那么激动，咿咿呀呀的闹个不停，我怎么能被吓得没有住方向盘呢？哎，怎么还赖上我们了？你一个开车的，把方向盘都给弄丢了，还算什么司机呀？就是，要不是我及时抢过来方向盘，哈，一定要出大事的。哎，连芳同志，你可听见了啊？这是他自己承认的，抢了我的方向盘，才把别人的好好的墙给撞坏的。墙撞坏了可以补，撞了人怎么办？谁负责？你，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什么地方还在这吵？都坐下，都坐下。还好没撞着人，撞着人就是大事儿。你们这个要给人家补墙啊，还要正式的跟曾奶奶道歉啊！人家老太太住了那么多花花草草容易吗？全让你们撞坏了。
啊，是，秀强绝对没问题，他以前在部队就是团职工程师。以前在部队啊，团级干部。哎，我以前也在部队。首长好。当兵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加油啊！哎呀，真好！你是哪年兵啊62年的。是兵蛋子啊！我61年的，我比你还早呢。哟，走。菜都凉了，孙美妍，都几点了还不下班呢你？真是。陈丽丽，搞了半天啊，我们家孙孙的胳膊是他们给撞的，是吧？哎，这胜利呀，你就给我带这么一个见面礼，是不是？你儿子啊？那个，我们儿子啊，我媳妇儿。我们该吃饭了，菜凉了，走了。这还有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了，其实啊，那就散了。哎，正好这饭点了，到我们家吃饭了啊！真的。你现在知道关心我了，那会儿你就只顾着马大大，你都看不到我呀。我当时不是离你远吗？我也够不着你啊。当时啊，真是把我都吓坏了，大大也是吓坏了。哎，吃个鸡蛋压压惊啊。那手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的这个惊吓呀，怎么也得吃一顿北京烤鸭才能压得住。第1名。第2名。这面做的是真筋道，就是这醋没了。你做糖醋排骨把醋全都给用了。你干嘛？艺术家吃完了。懂艺术和喜欢艺术是2回事儿啊！艺术家。谁洗碗啊？啊，还没吃完呢。好了，你洗碗，你买醋。行。我去拿。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红烧排骨，我媳妇儿的拿手好菜啊！哎，今天家里来客人，专门给你们做的啊，尝尝。来，谢谢阿姨，谢谢丽丽啊。哎呦，说真是不好意思哈，不知道你们要来，这做的也太少了。哎，要不你别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啊，别，还是给孩子吃，得给孩子补啊，给孩子补。哎，不，哎呀，你不是来，放孩子面前，放孩子面前。你看这孩子需要补多少？什么东西要补多少啊？医药费呀，医药费。啊，我手没事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疼。哎呀，这个，我觉得我们都不懂啊。我觉得应该上医院听医生的，医生说补多少，那就补多少。啊，搞什么搞？能好好吃饭吗？来，吃饭。哎，好。我想吃辣椒。
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老爷，坐着啊。给我拿瓶醋。奶奶，买醋。哦，奶奶，我买醋。听说你被车撞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姐，谁来了？奶奶，我。哎呦，小小来了，吃饭了没有啊？要不要跟奶奶一起吃啊？走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吃过饭了，我现在就走了。啊。哎，等我一下。阿航，哎，奶奶，买东西啊？哎，奶奶，我来买点钉子。哎，等着啊。对了，小小，我买了几本数理化参考书，改天到我家一起复习，不会的题咱们一起研究一下。好啊。哎，你的醋。这是我们家自己腌制的剁辣椒，来，你们也尝尝，来尝尝，试试啊！阿姨，您得尝尝，这是我妈的拿手绝活，特别的棒。啊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咱们先喝着。哎呦，我来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在宾馆我就做服务员，我专门洗碗的，你就歇着吧。啊，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看你们吃也吃了，你这洗碗洗一半，你进来你也插不了手，是吧？去吧，去歇吧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再说我也有洁癖，我还担心你洗不干净。真好意思，带那么多人上我们家吃饭，小小的烦死！哇，可以跳，大哥可以跳！哎，你给我啊！随便看随便玩啊，喜欢什么东西自己拿。年轻人，不行啊！哎，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下，今天你们这一撞，把我在麻阳街所有的小伙伴都给撞出来了。给你看啊，这个就是麻阳街的学霸曾航，这是他妹妹曾航，这个傻子是梁小宝，这是我，这是马达达，还有这我知道。这是今天往上倒那个女孩，对，她叫马小小。马小小，你今天撞了她之后，跟她道歉了吧？还没来得及呢，太乱了倒是。你死定了。这个是马小小小的时候。那为什么这个照片只有一半啊？
他自己撕的呀。他跟人吵架，就把照片撕了还扔了。要不是他妹妹看他照片少给捡回来，这张照片也不在呢。他跟谁吵架？小健哥呗。啊，哎，他们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以后再跟你慢慢说啊。你们喜欢什么东西自己拿啊。哎，西西。走走走，回去了，还得收拾东西呢。谢谢啊，村村。哎呀，这行李都没打开啊，就被叫联防队去了，都没好好看看我的好宅子呀。四面都是墙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终于回来了，看看吧，这就是爷爷奶奶给我们留下的宅子。哎呀，这广州有什么好？一到这儿来，又是撞车，又是被人歧视的，安安心心待在湖南，屁事都没有。妈，我想睡房间。房间还没收拾完呢，快睡觉。明天一早起来继续收拾，谁也不许偷懒。睡了。睡。来到麻阳街的第一天，我们就这样狼狈地度过了。但反倒是这样，让我的内心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感。陌生的城市，形形色色的邻居，以及心底那股从未有过的悸动，都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。早，哎嘿，早。欧奶奶早，哎早。我吃好了，先走了。饱了。哎呦，老孙，你鸡蛋还没吃呢。我吃好了。啊？什么毛病呀？儿子，你吃俩，你爸不吃你吃啊。哎呀，带上。肚子疼，肚子疼，上厕所。毛病，这毛病是越来越多的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！按你刚刚的逻辑，先到先得，这家伙，我们，哎，幼稚！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瞧瞧，你躺的是谁的枕头？跟我斗？哥，你这枕头怎么硬邦邦的？是不是藏了什么？是不是藏了什么不好的书呀？别闹！赶起来！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耍赖啊！啊，我不是男子汉。不赖。对了，这才让哥哥是做哥哥的就要让着弟弟啊！背得弟我。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你给我！还给我！给你！妈，你这不赖！我看过。等，还我！我看见什么？你哥他们干嘛呢？在里面？锻炼身体呢。哎，爸，出去一趟，熟悉熟悉环境。去吧，小心哦。这小家伙，这还背着手，
跟个小机灵鬼似的。那多好啊，没人敢欺负，跟你一样。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夸，肯定是夸。你少来！哎，你也别闲着啊，去趟曾家。嗨，忘了。有人吗？谁呀？曾奶奶吧？你不就是把我们这墙撞坏的那个事主吗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没想找您家来着。那你想撞谁家呀？啊？妈，您好。您好，你姓易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我们家姓曾，你叫我小曾就可以了。哎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昨天呢，不小心把你们家墙给撞了。这里有点钱和粮票，算是补偿。不够我们再补。钱是一定不能要的，你们刚刚搬过来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拿回去拿回去啊。不行，一定得收，钱一定得收着。这钱一定不能要，拿回去。这不行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要是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呢，你就帮帮手，把我们这个墙给修好。这没问题的。哎，我在部队可是工程师。哎呦，这个小意思。哎呦，那老姨辛苦你啊。放点就行了。好。你们就是昨天新搬来的？那曾家也是被你们撞的了？你们真的是初来乍到就想一鸣惊人啊！有胆子，我很欣赏。不过这麻阳街上上下下谁都知道，曾家的曾好是我梁小宝罩着的，你们把他家的墙壁给撞了，我很难做的。你谁是曾家大小姐？曾好啊，这小姐长得最漂亮的那个，还弹了一手好钢琴。不过你们可别打她主意啊，否则连朋友都没得做。认识一下，鄙人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梁小宝。梁朝伟的梁，韦小宝的小，韦小宝的宝。两位怎么称呼啊？哥，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吧，不重要。我叫易东东，这是我弟弟易楠楠。以后就是朋友啦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曾家的事情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把你们请我喝汽水。下来啊！走吧。我们没有钱。我们没钱。我请客。小宝来了。哎，来。哎，奶奶请你喝汽水。来，奶奶他们都已经拿了。啊？就我的还没有呢。啊。这。哦，奶奶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认识的两个新朋友，哥哥易东东，弟弟易楠楠。哦。奶奶好。哎，好，喝，快喝啊！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哎。一会儿你们给钱啊。不是说好你请客吗？对啊，我请客，你们出钱啊。那我不还。
哎，只能喝一个。马小小，妈，他们家辣椒也太厉害了吧！什么辣椒？我们昨天晚上吃的跟平常一样，今天早上吃的跟平常一样，就是那辣椒，吃完就快辣死我了。辣椒，就是辣椒。哎呦，这家人太坏了吧！没安好心，这么欺负人。哎呦，你这个手艺还真的不错呀！哎，来，歇一下，喝点茶啊。曾奶奶，待会儿吧，马上就弄好了。哎呦，哎，你是哪年离开麻阳街的呀？我啊，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。我父母走得早，16岁的时候，我当兵去了湖南。现在从部队离开了，想着这是自己的根呐，还是想回来定居。对的。哎，曾奶奶，听说您是从上海来的？我呀，我是当年被邀请，从上海到广州支援教育事业的。好朴实，好朴实！你干什么？你害我们家，要害曾家是吗？你不能去！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呀？事情我不想跟你啰嗦。什么不？你不能去！哎呦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跟儿子吃完那个辣椒酱，我们都拉肚子了。哎呦，我们家天天吃辣椒酱，也没见谁拉肚子。哎，你们广州人是不是身体弱呀？什么叫广州人身体弱？我跟你说，我天天做饭都没拉肚子。你这人心眼不好，你拿辣椒酱来整人呢你！笑话！我拿辣椒酱害着我，害你我有赚呢。你别跟着我！你就是害人！你这个人有问题，你不能去曾家。哎呦，慢点。曾奶奶，您先歇会儿。哎，我收拾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们两个要去哪里呀？哎呀，外婆，您都忘了，这省里要举办青少年钢琴大赛，我得好好报个名去。啊，好呀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街上刚搬来的易叔叔，叫易叔叔好。易叔叔好。啊，叔叔好。哎，曾奶奶，好福气呀！您是没看我那几个臭小子，学习不咋地，天天惹麻烦。易叔叔，我俩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好，走了，外婆。哎。郝牧师，你不承认是吧？你别走，你跟我上联防队去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逃不了这责任的。你别拉着我行不行？我就拉着你，怎么了？他非说吃我们家辣椒酱吃坏了肚子，这不是陷害人吗？谁陷害你？我就是拉肚子，我跟儿子都拉肚子，拉得难受死了。是拉了好几次呢。丽丽，你先把手放开。哎，对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像什么样子？拉肚子了。那辣椒酱，我们吃着是没事儿，你们可能不太习惯。易成立，出息了是吧？哎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我还有事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你不好好上班，你回什么家？你这个人，我急着回去上厕所，拉肚子了。怎么样？他也拉肚子吗？我是造谣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全家都拉肚子了，真的难受死了。阿姨，孙叔昨天没吃辣椒。啊，对，我昨天是没吃辣椒，早上的豆浆都馊了，我今天上午什么活都没干，拉了一上。
哎呦，又来了，我请了假回来了。先走。哎呦，是用姜馊啦！咦，我就说不是辣椒酱的事儿吧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待会儿再来帮你收拾啊。哎，老婆，老婆。你们老豆情商蛮高的嘛。哎呦，你呀！好啦，回去吧。走了走了啊，别看了，走了走了。就是辣椒酱，你看你这个人，就是辣椒酱。哎呦，好了，就是辣椒酱，快回去吧，休息啊。就是辣椒酱。唉，又吵了。他俩能有一天不吵吗？谁叫我们老爸蠢呢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别愁眉苦脸的了。哎，学我爸妈吵架我就从来不掺和。真的，真的，而且问题都解决了。哎，我们干点别的吧。我来教你们几句我们这边的本地话，跟着我学啊。早晨啊，陈三。早晨啊。对，早上好，陈先生。早晨啊，陈生。你们两个站起来，大声点行不行啊？啊，把舌头捋直了，白话文里面卷舌音少。早晨啊，陈三。早晨啊，陈生。早晨啊，陳生。早晨啊，陳生。好耐唔見，我好掛住你啊！好久不見，我好想你啊！好耐唔見，我趕死你啊！好耐唔見，我好掛住你啊！好耐唔見，我好掛住你啊！撲街了你！撲街了你！這句不用學，這句好學。這什麼意思？就是很高興認識你的意思。記住了啊！撲街啊你！撲街了你！要有氣勢！撲街了你！撲街了你！小小，哎，小小，過來！哎，這是我麻陽街傳說中的大姐大馬小小，沒想到被你小子撲倒了。哎，小小，这就是把我们麻阳街撞得鸡飞狗跳的易东东、易楠楠两兄弟，不过已经被我摆平了。哎，愣着干嘛？打个招呼啊！你好，昨天真的对不起。扑街了你！还不快跑！这是我第一次和马小小说话，不能说惊天动地，但至少惊动了整条麻阳街。我想说的是，被女孩追的感觉真好。这种幸福的感觉对于我来说还很清晰，但我们却像是被麻阳街给渐渐遗忘了。真正改变这一切的，擦子，其实是开学前2天，一场让大家放松心情、迎接新学期的篮球赛。小宝，你看，你好好活动，动着，加油！一会儿我们一起喊啊！好，一起喊。这杯饮料教主趁自己又翻身起床复习英文，准备明天补考。补考没及格。妈，我们能看篮球赛吗？不能，后天就要开学了。你看看，你们刚从别的地方转来，学的肯定要比别的同学慢呢。你们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啊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尤其是你，马上上高3了，给我好好努力。哎呀，买菜去啊！
什么呀？弄这罐子呀？哎呀，都是空罐子，做点家乡菜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他们北方人特别节约，然后弄这菜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们早早的把菜就腌上，等到过年的时候再吃，对吧？哎呦，再拿走。我们湖南人啊，就爱吃点重口味的东西。再说了，我们湖南人怎么成北方人了？哎，那你们跟广州比，不就是北方人吗？是吧？哎，他们俩怎么没去参加篮球比赛啊？哎呀，他们功课不好，要在家多看书。哎，要劳逸结合，男孩嘛，要多动动。那好吧，那看比赛也要注意安全啊。妈再见，阿姨再见，阿姨再见。瞅这俩小子，小宝哥好样的！叔叔好厉害呀！加油，大哥加油，大哥！你球啊，叔叔！你们解渴吗？广州现在挺热的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多此一举吧。可是外婆说让我们对他们好点。加油！走，加油！好球啊，哥！我这。怎么打球了？咱们打球了！你终于能打球了吧？不是什么呀？分明是你麻将队没人，这一个个的弱不禁风，我碰一下就倒，还打什么比赛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玩意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哎，不，我看那啦啦队挺横啊！啊，要不你来试试？你再说去！我觉得你来都比他强。你想干嘛？你见人多做坏，要是小健哥在，看你们还敢不敢放屁？小健哥，好打嘛！不得生我，你来几年了？走。曾航哥，小宝实在上不了了，要不你上吧。这种事情你就别叫我了。你看我什么时候打过球？再说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输了就输了。还有谁能上啊？要不然我上啊。还有谁能上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到底还有没有人啊？要是没人的话，今天你们麻将界就算输了啊！你们赢不了的。那还比呢？怎么办呀？我们上，走。怎么办？你们行不行啊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漂亮！好高！头两下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哦，小健哥呢？小健哥，小健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叫。那你倒出个声啊，连个声都不出。瞧你这阵仗，比商业街都大。上阳街怎么了？商阳街和麻阳街打篮球赛，两边杠起来了。
干什么去啊？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好，孙人有空位，传球！哎，球打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可不打了。回家温书。我不像你，每天有大把的空闲时间。易东东啊，想不到你有2把刷子嘛！我很挂住你啊！我开了嘞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不是都帮我报仇了吗？小健哥，小健哥好。看样子打赢了啊！打赢了！我刚才在说呢，要是你在的话呀，在什么在啊？人家早就不打篮球了。哦，不是不打，是不中意和我们这帮西路仔打呀？你怎么又去打架？你还和什么红哥混在一起？我做什么跟谁一起混，都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打架你还有理啦？我知道，你因为叔叔的事情。你说过，别提他。我只是觉得，虽然现在不给你分配工作了，但是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的。你干嘛非要跟那些……反正我就是这样了，别管我了，行不行？不，小健，你干嘛这样看不起自己啊？是啊，我是看不起自己，你别管我了。那你就这么混一辈子吧。我混一辈子还是混2辈子，都不需要你管。好，那这辈子、下辈子我都不会再管你了。可凉了，来，坐这儿啊。再冲一遍。小宝，没事吧？这欧小健自从被开除之后，整个人都堕落了，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这人会变阴暗吧？他不上学是因为他奶奶，他跟那些人不一样。就是啊，刚小健刚问我们比赛的情况呢，明显是怕我们被欺负了，过来替我们撑场面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你先回家，去买点东西。小健是谁？来，放下！我都跟你说了，进货摆货呀，都我来，你这闪下腰怎么办啊？健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看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完再回去。哎呀，那这个点儿，这修理厂没事啊？没事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啊，去歇着吧啊。那晚上在家睡啊？在家睡。奶奶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您去歇会儿，您去歇会儿。
嗨，坐吧，没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整理了一些以前的复习资料，你要不要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说不定你以后自考还用得上呢。刚刚我态度不太好，我知道你也是想要来帮忙的，复习资料就当是赔罪了。我还要上班呢。那就等你下班，大榕树下见。我等你到9点。好吧。哼，侯小贱呐，听说你们不肯接我们的生意，你知道这地盘谁说了算吗？今天我就打你，把你打服了。如果你不服的话，我就再找人把你奶奶的店给砸了。今天你要是把我打服了，我就跟你姓。哈！打呀！刘大哥，没事吧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走去！滚！打死！马上去！我说了算！小金哥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现在几点了？9点。小金哥，哎呀！小小，小小，来了来了。哟，正好，进来吧。不用了，我这有几本不错的英语参考书，我就想着给小小送过来。哎呦，小小刚出去。哦，那他可能是去找。没事，牛姨，那我明天把书给他送过来吧。好，牛姨再见。我进来了。嗯，不用了，牛姨再见。哎，正好。哎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牛姨，你刚才说他可能去见谁？这个，反正我下午看到他们两个起了争执，然后小小哭了。不过牛姨您放心啊，那个小健已经安慰他了，然后他们两个好像约在今天晚上在榕树下不见不散呢。牛姨您放心，这小小一定是去找小健的。我先走了，牛姨。啊，牛姨再见。
小小，小小，妈，这下雨天你出来干嘛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等小建哥。你等他干什么？我把高一高二的学习资料给他。小小，我是看着小建长大的，他原来是个好孩子，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希望你啊，不要再跟他过多的来往了。他怎么不一样了？他不就是现在提前工作挣钱了吗？我跟他交朋友，我跟谁交朋友那都是我的自由。自由？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啊？小小，你是我们家老大，也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可不希望你有任何的差错。走，回去。我知道我是我们家老大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，妈？我是过来人，你知道吗？女人这一辈子几个重要的阶段是不能走错的，你就听我的。哎，我是你妈，走，跟我回去。回去。资料都打湿了。现在几点了？什么点？你快颠锁了！我知道了，我快点。坚持啊，坚持。我是看着小建长大的，他原来是个好孩子，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希望你啊，不要再跟他过多的来往了。姐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都睡着了，灯好亮啊。
我做完这道题就睡，你先睡吧。哦。医生，医生，抢救室在哪？快来，医生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就我杀人了！就他！我也不知道我。儿子，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，要是想爸爸了呀，就看看这个，啊，拿着，看到这个，就像看到爸爸一样，知道了吗？啊！头儿，本来应该是我。不关你的事儿，说不开的去。走吧，儿子，记住爸爸的话啊！姓名：易多多。伤者是你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。快！于多多，做好事不留名是雷锋同志的精神。于多多，不要害怕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。明天就去投案自首，不是，是去报案。
派出所，派出所。这两个哪去了？哎，真巧，你也来买早餐？哎呀，就是，这不学校明天就开学了，今天孩子们要去报到，我给他们准备早餐，不能迟到啊。是啊，再不开学我都疯了。早，你们也来了，真巧啊！哎呦，我们奶奶这早餐生意真好啊！是啊，我奶奶这手艺谁都爱吃，2份鸭蛋哈，3个哈。哎，我看你心情挺好的，是不是找到工作了？哦，我把介绍信交给毛巾厂了，以后上那上班啊。哎，家好啊，你们家老梁生意做这么大，你们怎么还住在这里啊？你们买楼房啊，住楼里去啊？哎呀，他说住这习惯了，而且说这个邻居们在一起啊热闹。哎，他还说那个楼房啊太高了，冷冰冰的，没有什么诗意。哎呀，王奶奶，哎，这个小健怎么没来帮忙啊？是不是没起床啊？嘿，根本就没在家。昨天告诉我晚上回来睡，这个衰仔。嘿。哎，你哥呢？不知道，没看到他。妈，大早干嘛去了你啊？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的坐下吃吧，都几点了？一会儿就得出门上学了。谢谢妈，拿个鸡蛋。我充满阳光，充满阳。儿子，吃早餐啊！把衣服给我穿好了。妈，你给我点隐私行不行啊？什么隐私不隐私？你跟我说什么隐私？你是妈肚子里掉出来，你什么我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爸都不会跟我说隐私。哎，你捂什么？赶紧穿好了。好。妈，我红领巾呢？妈，我球鞋在哪里啊？妈，我书包呢？哎呀！哎，你昨晚上干嘛了？学雷锋啊？学雷锋光着身子去啊？就是学累了，冲了个凉，不行啊。你别跟别人说啊。哦，我知道，好兄弟，你放心。哥，我们怕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怕什么，咱们一个挺可怕的。赶紧呐，再不赶紧，等着扑街呀你！王爷奶奶散步呢。我买您呢。您这是？哦，我去买条鱼。买什么？买鱼。哦，我买鱼。好，那我去了啊，你俩慢走，不着急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快点进屋去洗澡，帮我站个我作业写完了你也没这样做，还说我了，你写了。呀，赶紧看。我们都说了今天要带什么带。哎呀，不知道，这看一下。这个作业表是按上学期期末成绩排的吧？思思同志，姐，我坐最后一排。我最喜欢坐最后一排了。本来个子就矮，还让我坐最后一排。就是，连个座位都要按成绩排。成绩代表一切吗？分数又不代表你的任何能力。要我说啊，无非就是书呆子，死记硬背的能力比较强呗。好。这位同学，我很赞成你说的，成绩分数确实不能代表一切。但我要说，如果你什么分数都不高，就说明你的能力有问题。你明年就要高考了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如果过不去，啪，桥断了，摔死了。
所以我说啊，你们与其有时间在这里愤不平，不如打起精神，把学习成绩搞上去。这位是？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，我姓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师您好，我叫孙四。孙四啊，你就是坐最后一排的同学啊？哦，行了行了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确实还不太了解你们的成绩情况，但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要想坐在前头的好位置，就要努力学习，用你们的成绩去争取。啊，对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礼堂集合，开学典礼马上开始了。走了。干嘛呢？属猴的。马小小、曾航他们怎么没来啊？哎，你看那是谁？人家可是年级第1名，一会儿可是要发表讲话的，怎么可能和你站在下面？马小小真厉害，那是，咱们麻阳街可是人杰地灵，对不，小宝？对。让我们一起用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高3紧张而充实的生活。希望明年的此时此刻，我们不会对老师羞愧地说对不起，而是抬头挺胸，骄傲地说：“老师，谢谢您。”今天我的讲话完毕，谢谢大家。麻阳街尖子生1号马小小发言完毕，接下来是麻阳街2号尖子生。2号，那就是尖子生2号曾航。哎，其实麻阳街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传说中的尖子生，谁啊？欧笑。别说话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曾航。今天很荣幸能够在此代表优秀学生发言。我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，像在世界顶级名校哈佛大学中，就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：哎，你昨晚上上哪儿去了？哈哈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小小，哎，小小，今天苏老师肯定以为你是差生，估计他知道你是年级第1之后，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。哎，其实苏老师那种就是本能的先入为主，所以很多时候不要被外表所迷惑。1984年，我的高3生活开始了，麻阳街的小伙伴们就这样聚在了一起，他们也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。妈，哎，爸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？咱们都说好了嘛，商量再定。你怎么还直接找学校去了？商量什么呀？我早就跟你商量了，你磨磨唧唧的，老没有一个回话。那你得跟我商量吧，这书是我在读哎。是你在读，那不我们在供你在读吗？行了，别再嚷嚷了哈！你们供我读书，不代表你们可以左右我的选择。我理科读得好好的，你们干嘛非得让我学文科？女孩子学什么理科呀？学文科多好啊！将来找一个安稳的工作。这小小的理科不也很好吗？人家都说了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学好数理化。这，女孩子什么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哎呀，真傻孩子，妈妈是过来人，妈妈一定想得很周到。行了，你要理解妈妈的苦心，妈妈这是为了你好。那是你的想法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啊？
我要走哪条路，你知道吗？28、29、30，漂亮。21、22、23、24。哥，多少个了，哥？好，你干嘛呢？啊，5个。对啊，我早上听我妈说，小健哥昨晚答应了欧奶奶说回家睡，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欧奶奶可担心了呢。你们说，小健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回来啦？怎么了？和你兄弟没谈拢啊？那可不行啊！我们钱不是都给了吗？出事儿了，钱都被他卷跑了。我就说不靠谱，不靠谱，你非坚持。现在好了，钱全都没有了，你也没有工作了，我们一家人跟着喝西北风啊！我说不来广州，你非要来，你是多自信呢？你说你还瞒着我去搞复原，还说跟着大伙开货车，你货车还没摸着，现在我们全家人的生计都成问题了。爸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街道上的那个小小姐，就是那个马小小，她原来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学生大会上作为学生代表演讲的。哎，那么厉害啊！那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，人家可是尖子生。你傻笑个什么劲儿啊？你说都一个街道的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人家还是个女生。哎呀，现在呀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。你呀，得好好把你的学习抓一抓。吃饭吧。妈，怎么又没有荤菜啊？就没点别的吗？不是说好了开学第一天会给我弄好吃的肉吗？你们的爹还没站稳脚跟呢，这钱就被人给骗了。现在什么都还没有着落呢，吃什么好的呀？我这不就一时吗？哎，再说了，你不是在毛巾厂已经上班了吗？我才去几天呢。哎，易胜利，原来你是指望我来赚钱养家呀？你做梦吧你！
不是那意思。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听好了啊！钱这个东西越花越少，我不替你们省着点儿，以后你们读书上大学，钱从哪儿来呀？天上掉下来呀？你说你2000多块钱你全搭进去了，都别吃了。小小，既然转文科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，就别想太多了啊。小小，来，多吃点哈，知道我们这是为你好就行。妈，我也要吃肉。自己动手。哎，明年你也报考文科哈，到时候我可以让你姐姐好好的辅导辅导你。吃过了。好，待会儿孙子到家里来复习是吧？那你去准备吧，这碗我让达达洗。妈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谁吃最后谁刷碗。快吃啊！寻味儿。不是我，不是一个味儿。怎么晚这么臭啊？这哪来的？哎呦，这太臭了！这什么时间？是要下水账吗？哇，什么味道？没什么味儿啊。我顶，好香啊！臭鳜鱼，好臭啊！真香呢。老婆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努力是应该的。来，开吃，趁热。我呀，多做了几条，放在厨房呢。我想让街坊邻居啊都尝尝鲜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楠楠，你去给孙家送一盘鱼啊。做完了。曾奶奶那儿呢，西西去送去啊。我们把人家墙给撞了，人还没让我们赔呢。是。马家呢？我去。一会儿我正好要去他们天天学习，我就送过去了，好好谢谢人家。马小小，这是我妈做的臭鳜鱼，别看闻起来香，吃起来可臭了，特意给你送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着了吧？
小小，你总算来了，给我们讲讲题吧。这摸底考卷太难了。哎呀，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没在，他们都快吵死了。哦，我去欧奶奶那里帮妈买了点东西。啊？那小健哥回来了吗？他该不会犯什么事情被警察抓起来了吧？哎，小好，哎，湖南特产臭鳜鱼送给你们尝尝。我就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的。你孙子呢？哎呦，昨天告诉我晚上要回家睡，也不知道又跑哪里去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孩子和我们不一样了，现在都爱出去野，等玩够了就回来了。哎呦，我怕他在外面闯祸哟。哎，民警同志，这就是欧小倩的家。我姐今天跟我妈吵架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我妈去学校申请，给她调到文科班了。啊？哎，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不想回去。巧了，我也不想回去。你警校难得放假，你还不想回去？哎，心里有事嘛。你呢？我跟我爸妈吵架了，他们非要让我去学文科。你文科理科都这么好，都好不代表我都喜欢啊。是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心事啊？我怕我说出来你会生气。你说。我不想念警校了。什么？我小贱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哎呦，开玩笑嘛。啊，小小，小小，我错了吗？你打我好不好？欧小贱，你不能骗我，你自己说的，开玩笑也不行。我答应你，永远不骗你。哦。你干嘛啊？你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哦，每次提到欧小贱，马小小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，阴天、雨天、晴天，我在马小小脸上看到过的所有生动表情，似乎都和欧小贱有关。哎，醒了，醒了，终于醒了。醒了就好。好了，出去吧，哎呀，别吵。醒了就好，贱呐。我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看看，看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就死在这儿了。小贱呐，你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为什么不跟奶奶说呀？
啊，明明挺好的孩子，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？你是不是打算到死都不告诉我？奶奶，我没事。我可不想我的儿子、我的孙子一个个莫名其妙的伤害自己。我这个当妈的、当奶奶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哎呀，奶奶，我想喝鱼汤。嗯，喝鱼汤。马大凡，哎呀，牛童要看书啊，赶紧准备热血了，去，给我下去。胸没他整的大，人也没他好看，真迟到了。哦，爸，我们走了，爸，我们走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今天开学头一天啊，鸡蛋带上，饿了吃啊。爸，怎么姐姐是2个，我是1个呀？不公平！谁让姐姐比你学习好了？她辛苦啊，比你多吃1个怎么了？鸡蛋是你妈让我给你加一个。改文科的事情呢，妈妈做的确实有点不妥，但她是为你好，不闹情绪了啊。今天爸，我们就先走了，真的来不及了啊。好，路上小心点儿。姐姐，哎呀，儿子，你还没吃完呢。吃完了。你把这2个鸡蛋带上嘛。妈，我说饱了，你自己吃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走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拿着这个干什么呀？这不应景，你是个学生，不能穿这个啊！关关娘娘，在河之洲，让他父母不着手。停！什么关关娘娘？那叫关关雎居啊，居。居，我走了。哎呦，你说你都念了那么长时间书呢，还关关扭扭，还不你妈呢，真是的。儿子呢？打鸟去了。什么鸟？居，快坐下吃饭。居。哎，我奶奶，哟，今天吃鱼啊？啊，小健，他住院了，想喝柴鱼汤。他住院了，那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小事儿。哦，没什么事儿。那没事就好，那我去买菜去了啊。好。昨天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不响了呢？西西，就是你慢，哥哥都等着你呢啊，你快点儿。西西，快点，我迟到了。幸亏我今天起得早，要都指着这闹钟啊，都得迟到。你看，我说就是好的吧？都是你们。东东，快点啊，上学去啊！第一天上学都不能迟到了，赶紧的，走。走啊，妈。走。哎呀，再见。哎，还有你呢？你坐在这儿干嘛呀？那我该干什么？
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要学车吗？报名去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同意了？学车就要认认真真的学，记住了，安全第一。安全问题，请组织放心，又不是开火箭，开个车而已。名费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有人在吗？谁呀？来了来了。那我们是街道卫生队的。哦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家每户都要进行公营检查，防止传染疾病发生。啊，那应该的。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。我们接到医院的报警，说你是被殴打入院。最近啊，在严打，我们也抓了一批人。你看一下，这里边有没有打你的？应该没有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什么叫应该没有啊？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他们？是不是他们？不是。哎，走好啊！你好，同志。你好，我们在调查一起案子，希望你能配合，出示一下值班记录。你稍等。易东东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这什么呀？臭成这样还藏在家里，这个不行，不符合卫生要求。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食材，闻起来很臭，吃起来很香的。都臭成这样了，还能给人吃吗？我们也不给别人吃，自己吃也不行。除四害的工作必须是家家户户贯彻执行。你们这样要是招来蚊虫鼠患，就不是你们一家的问题了。全部没收！哎呀，臭死了！哎呀，这，哎，豪姐怎么了？急成这样子啊？也不知道谁把我们给举报了，把我们家菜都给收走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哎呀，这菜都给收走了，那不少钱吧？我也不是，我说你豪姐，你干嘛做这么臭的鱼呢？都臭死，你怎么能吃得下去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哎，是你给举报的吧？哎呦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看不起我们外地人。哎，你也不至于把我们给举报了吧？鱼都给收走了，我们接下来吃什么呀？你管我们伙食啊？啊？我管你们伙食？我凭什么管你们伙食？亏你想得出来你！真够烦人的你！行了行了，举报什么呢？你凭什么要举报我们呢？谁举报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干扰了别人，知道吗？你说你娶这么个媳妇，丽丽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还说什么？跟你们没得说。哎呦喂，你怎么着？你以为你好狠呢？哎，你把我全都告来，你有本事，你让联防队把我们都赶出这条街呀！哎呦，这种人，别急了，跟他一般见识。这陈丽丽也就算了，我不跟她计较。哼，我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可是那联防队为什么要跟她配合呀？啊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臭鳜鱼是四害的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外地人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小声点儿。我干嘛要小声？我就嚷嚷有用吗？哎，你们要找的那家在那儿。好的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啊？扔都扔了，你何必？我何必？
孩子们整天都招不着一点油星子，我好不容易掖着藏着给他们改善伙食，你还说扔就扔了，我干嘛生气？哎呦，我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宁可要讨饭的娘，也不要当官的爹，你真是一点都不操心。这是易东东家吗？谁呀？麻阳街派出所。我们是麻阳街派出所的，易东东涉嫌牵扯一宗暴力斗殴事件，请让他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哎，老何，老何，哎，你醒醒啊，老何！哎，你怎么了，老何？我们家有那个香港买的那个啊，老虎药，快去拿，掐呀，你掐吧。哎，这作文没写，哎呦，太忙了，今天都不交代啊！安静安静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看你们的样子，暑假玩的都很开心啊。俗话说物极必反，开心之后呢，就要收心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都给我把心收回来，明年就要高考了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是不是一匹好马，就看你们的马步扎的怎么样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梁小宝，我刚说什么了？你刚才说，我说了什么？你刚刚说是不是匹好马？马步扎的稳，就看我马屁拍的好不好。你坐下。下面我来介绍2位新同学，其中1位是理科3班转来的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。马小小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小小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好。马小小同学成绩非常优异，大家要多多向他学习。下面1位是转学来的新同学易东东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易东东，易是容易的易，东是东西南北中的东。欢迎热烈欢迎！好。易东东，谁是易东东？我是易东东，姓名？易东东，性别？男，年龄？18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好像跟谁打架来着。打架？他连跟马小小说话都不敢，他还敢打架？8月30日晚上你在哪里？我在家呀。再仔细想想，他确实在家。我向所有……没问题。我提醒你一下，那天晚上你在医院干什么？医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，我夜里憋不住了，起床去尿尿。我尿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2楼有声音，我就上去看了一眼，结果有一个人躺在那儿。哎呀，我当时很害怕了。但我想起了雷锋同志，我就背着他去了医院，然后我还查了派出所的位置，想去报警来着。儿子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别怕啊！你能不编吗？我没编呀，我没编呀。哦，我说呢，那天早上你那么大早出门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想说来着呀，没人给我机会呀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应该主动说。我做个好事，我主动得谁跟谁说，这也不对呀。做好事不留名，不是您教我的吗？是啊，对呀。哎，那这么说你是学雷锋了啊？那我们怎么没有查到你的报警记录啊？
你们广州那么大，我没找着派出所。再说了，我做个好事为什么要记录啊？做好事心里开心就好了嘛。我心里开心为什么要记录啊？可是你学完雷锋，就有人看见你穿着一条内裤在街上溜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可能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我看你是狐狸精上身了，你疯了你！懒得跟你讲，这是境界。梁元朝，梁元朝，我告诉你说，你今天要敢走出这个家门一步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我去看看。梁元朝，你看看啊，你把手放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太不要脸了！我呸！粗鲁！哎呦喂！哎呀，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跟我跳个舞，这日子怎么就没法过了？哎呦，可怜我这孤儿寡母的呀！谁让你成为孤儿寡母了？哎，老天爷给我做个主吧！老天爷忙着呢，管不了你这种乱事儿啊！你虽然有点小误会，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来看，易东东同学见义勇为的事实基本成立，值得表扬啊！表扬就不必了，这也是他应该做的。只要以后不给校长添麻烦，我们这家长啊就心满意足了。现在这孩子呀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有什么也不给家长说。出来！我就不。怎么回事呀，家豪？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打我啊！哎呀，这脸上打的！大伙来的正好，你们来，你们看看这张照片啊！这张照片，你说啊，孤男寡女搂搂抱抱的啊，你就多丢人呐！哎，这还不算，这他们还拍照留念。姓梁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老梁，这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赶紧给大伙解释一下啊！什么误会啊？我完全是被冤枉的。我请我们几个澳门的客户吃饭，就席间就聊起来了，说我爱跳交谊舞，这正好有一个叫什么肉丝、丽丝什么爱丽丝的，就说教我跳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舞步。当时大伙儿都在场，不是我们2个人呀，我们前后不到5分钟，哎，5分钟都没有。5分钟生米都能煮成熟饭了，还5分钟？你孤男寡女，你好好，你跳什么舞就不该跳？丽丽姐，跳舞怎么了？我还是跳舞的呀。哎，曾奶奶，你是咱们这条街上最有文化的，你给评个理，你说说。你先不要激动，安静一下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看我们这个邻居都几十年了，是吧？你们家老梁爱跳舞，大家都知道的呀。这个跳舞，他的手他就得搭上啊，要不然怎么跳啊？所以啊，我觉得你们家老梁没有问题。是啊，曾奶奶说的有道理。这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问题？还是在公共场合拍的。老梁要心里真的有鬼，这照片肯定不能让你看见。你说是不是？对的，对的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啊？不是，我猜的我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几个陪家好聊天，
啊，我跟老马陪老梁出去散散心。哎，对的对的。都别围观了，咱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走了走了，去吧。还知道打呢？你们还不走呀？你赶紧回去啦，老婆去打麻将了，赶紧回去做饭。知不知道那个新来那个同学太搞笑了？对呀，我听说他晚上喜欢光着屁股跑来跑去的。你弄弄的是你们谁说的？这个，哎呀，东东啊，你听我解释嘛，我肯定不会干这样的缺德的事儿。你裸奔这个事小宝也知道啊，你怎么不怪他呀？啊？他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于跟别人分享的人。但是我发誓，我只告诉小宝这一个人，而且小宝也跟我发了誓，他说他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梁小宝，你告诉任何人了吗？我只跟好好说了，我不可能瞒着好好的嘛。我只跟我哥提了一嘴，但是我发誓我没有告诉公安。你看看你们这样。哎呀，易东东，别生气啦！我不想被别人误会。误什么会呀？你这简直就是值得吹半辈子牛的光辉历史，好吗？哇，欧小健都被你救了，说出去谁信啊？你信吗？你信吗？谁是欧小健？就是咱们街角杂货铺欧奶奶的孙子欧小健啊！哇，弄了半天你连救的人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？麻阳街头号大哥大，小小姐跟他最熟了，青梅竹马，你可以问他。易东东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种光着屁股乱跑的流氓，我是个见义勇为的好人。谢谢你。这是那天我救的那个人拉我后背上的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你们谁认识谁还他。我去给他。哦。哦，家好，来面条啊，太好！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是牛姐做的面啊！是啊，这也是你做的面呀，那就多吃点。真甜啊，加蜂蜜的啊，是不是？心情不好啊，这女人就得喝点甜的。好吃好吃，家好。要不我说你，这夫妻俩过日子，这磕磕碰碰挺正常的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是吧？好，你说你刚才哭成那样，多伤身体啊！哎，你有几条命，经得起你这么折腾？就是，你说我整天啊，这么扫地呀、洗衣服、做饭，他倒好，整天在外头也不着家，谁知道在外头干什么呢？他就是跳了个舞，你至于？就是，我觉得啊，老孙说的对。老梁没有这个胆子，他哪敢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呀？对，哼，其实我觉得嘉豪闹的也对。哎，你们说嘉豪多好多漂亮啊！哎，他梁元朝不陪着嘉豪，陪着别的女人跳舞，那根本就是幌子。也就是你好说话，你要是换了我挖地3尺，我把他给挖出来，我扒了他的皮，我抽他的筋，你信不信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外头是不是真的有人啊？不一定，但是他肯定是摸着腰搂着了，这搂着会怎么样？你自己想。哎呦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丽丽，是让你来灭火的还是浇火的？你这不添乱吗？本来就是，你看他摸哪儿呀？这日子没法过。是吧？我就是在外头有人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嘉豪，别要死要活的了。这要我说啊，
还是你自己不够自信？他怎么不自信啦？他们家里里外外什么不是家好在忙活呀？是他里里外外一把好手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自己瞧瞧，你这头发，这裤子，你摸摸你这手，多久没好好打理自己了？哎呦，家好啊！这个外表啊，永远是女人自信的重要标准，知道吗？这你说的确实是对。哎，咱们女人只有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了，才能增加自信。对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买衣服、逛街、打扮呀。我赞同，咱们今天就出去潇洒一把。我呢，去请个假，怎么样？走，太好了！走。哎姨，不对呀，这抛一点，好看，人洋气。哦，对。什么样？我想要山口百惠那种，上面这些头发剪掉，怎么像雷劈了呀？一会儿就好看了。不行，哎，我不走了。哎呀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听话，哎，听话。哎，你看，他头发飞起来了吧？你看他那个这儿高，我就不高。哎呀，真好啊，真好。幸福的花。姐，慢点你们。1、2、3，走。一。妈，你化妆烫头了，怎么样？好看。我也想要。假的。妈，我这件新裙子你先给我穿一下呗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没穿过呢。啊，给我穿着嘛。等你长大了，妈把这些都给你啊。那我要快点长大。我以后一定做个好警察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那个人懦弱没用，不代表我们欧家都是孬种。马大大，马大大，谁敢动我输了？我怕划破桌子，你那书皮是硬的，我拿来垫一下。垫一下？你看看被你划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划的，这还能看吗？有什么不好？非跟你姐的说，不知道那是她的宝贝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他也太小气了吧！那书上划痕基本上约等于0。别动我海报！不是说了书烂了还能看吗？这海报撕成2半照样能看。还给我！这是我的海报！现在你知道别人东西不能碰了是不是？啊！给我！马小小，狗什么吼啊？自己撕烂的。行了，
你们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今天是你爸的生日，到现在那蛋糕我还没去取呢。今天是爸生日，妈，一会儿蛋糕我去取，你留下来帮忙，听见没有？哦。生活充满了阳光，充满。哎呀，一天天臭美了。儿子，你看妈这个蝙蝠衫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我花了别跟你爸说我花那么多钱啊，宝贝儿。放心吧，不会。可是我爸要是问起来，我也不能撒谎啊。你这个死孩子，亏了妈我有防备。啊，给萝卜裤，最新潮的，快试试。对啊，你给我买了萝卜裤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萝卜裤啊？你妈我是谁？你妈我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哎，谢谢小小，奶奶要赶时间，先走了。奶奶，你是不是扭到了？我扶您回去擦擦药吧。不用，我要把这鱼汤啊赶快送到医院去。这鱼汤啊，我煲了1天了，冷了怕会腥的。奶奶，要不我帮你送吧？也好，奶奶谢谢你了。不谢，应该的。奶奶，我先送您回去。哎呦，不用了，小小，那你快去吧。见到小健，告诉他好好养伤啊，就说晚上奶奶不过去看他了，千万别告诉他我这脚的事哈。那快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好，去吧，乖啊。小这个，衣服啊，我让你拿衣服，我什么都没说呢，还你来找我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那个马屁的又来了。行了，快走吧。行啊，快点。这36床的体温又上来了，发烧啊？刚换的药可能有点反应吧？这不应该呢。小健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个叫欧小健的病人，他是在哪个病房啊？欧小健，315，直走左手边最里面那间。啊，谢谢。请问315床的病人去哪儿？没在房间吗？小鱼，你帮我守一下，我要去病房看看。好，请问他伤到哪儿？内伤大出血，居然还是在病房，严重吗？大出血，你说严不严重？真是不要命了，伤成这样还四处跑，你等会儿真的得劝你的。来，干杯！整天就知道吵。我梁元超怎么说也是一条汉子呀！啊，不该呀！我不要点面子的啦！该什么该呀？
我比你干，我每个月的工资啊就没过我手，就给这么一点买菜的钱。我一老爷们儿不寒碜啊！还有这几天这娘儿几个吵得我脑袋这么大个儿。我是一家之主啊，说话没人听。来吧，喝酒吧。哎，不错了。哎呀，都不容易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在这个老婆眼里，自己家的男人那都不是男人，你们习惯就好。这就好比说，在我们男人眼里啊，老婆啊总是别人家的好，一个道理的。其实啊，你们家家好对你挺好的，还担心你走，不像我们家那口子，巴不得我睡大街上铺盖呢。你就知足吧。哎，这真是沦落天涯的同命鸟啊！红颜一巡，知己难得。天若有情，天意老爸，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啊！来，喝好。哎呦，跟你们说个事儿啊。今天我过生日，估计那娘几个是给忘了。哎呀，我兜没带钱，但我就不管了啊。上回可是，今天还是你，老梁，我们敬你，来，敬你，开心就好啊，开心最重要，开心。小建哥，你太厉害了，真的都不用动手了，那帮人全给吓跑了，嘿嘿，太厉害了。我根本就没想动手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看我现在这样，难动手吗？哦。哎，那你跟我去干什么呀？我不去，那些兄弟怎么办？哦，对呀，对，嘿嘿，反正这次之后啊，马皮那帮人绝对不敢来找我麻烦了。嘿嘿。嘿，鱼汤，奶奶做的。那我替你尝尝。哪次有好吃的没你的份？尝吧。奶奶做的鱼汤真香哎！这鱼汤不是你奶奶做的，是一女孩送过来的。女孩？啊，对，头发这么长，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别喝，我也没喝完呢。不给喝了。老板，哎，我妈下午让您留的发糕，我过来拿。都留着呢。哎，你上次被警察叫去问话的事儿，搞清楚了吧？这就没什么事情，这唯一的事情就是耽误我妈做饭了，所以罚我来拿发糕。行，稍等会儿，给你拿去。那钱给您放这儿了。好啊。哎，那不是马小小吗？等等，他蛋糕还在这儿没拿。马小小，我们是邻居，我帮他拿吧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谢谢，慢走啊。那一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马小小心事重重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，就这样不近不远地跟在他后面，帮他拿着蛋糕，护着他走这条有点昏暗的路，也挺好的。那是18岁的我，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。也许，真的有些守护，是需要一些距离的。姐，你怎么去这么久？
你说蚂蚁的嘴，我才不出来冷呢。你说什么呢？蛋糕呢？什么蛋？爸生日蛋糕啊！蛋糕，蛋糕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你姐让我帮忙拿的。啊，好了，蛋糕给你们，我得回家了。我们还等着这些发糕呢。谢谢东哥。不谢不谢不谢。不要也不多。哎呀，永远婆婆婆婆婆婆。你这三个年轻人在哪里喝酒呢？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，别在外面再闹了啊！回家吧，啊！真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惊不惊喜？感不感动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我还以为你们给忘了呢。许愿许愿。许愿。爸，你是不是又许愿要去北京啊？这哪能告诉你啊？告诉你就不灵了。哎呀，你们一直没吃饭等着我呢啊！你终于想起我们来了。你脸都红了。我真是过意不去。我要知道你们在家等着我，我干脆我就不去。你知道你的名字不应该叫马英俊，你应该叫马后炮，是吧？家好，对不起，我决定离开家一段时间，给彼此多一些的空间，冷静一下。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也很辛苦，但我一直觉得，生活应该不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应该还可以多一些的浪漫。也许就是这样的分歧让我们总是吵架。我真的不想再让小宝生活在我们的争吵中，就让时间给我们一个答案吧。
他们是学习榜样中当之无愧的代名词，让我们把学习标兵这一光荣称号颁发给他们。他们分别是初三2班的欧小健同学和初一3班的马小小同学。我听我爸说，欧叔叔明天就回来啦。明天中午回来。奶奶从今天早上就开始做各种好吃的，感觉比过年还热闹。真好，你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。自从他出事被抓进去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但是我相信他是个好人，是个好警察。对，以后要是再有人敢说你是没有爸爸的小孩，去告诉欧叔叔，让他好好教训他们。奶奶，哎，我来帮你嘛。今天呢，幸好抢到了些排骨，今晚把它腌好，明天上锅一蒸，肯定特别香。哎呀，这个糯米呀，我也把它泡好，然后把它跟腊肠、虾米一炒，哎呦，香的耶！你爸爸最喜欢吃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趟菜市场，我得买一些新鲜的芥蓝回来。哦，对。哎，得等一下啊！奶奶，您先吃一点吧。我不饿，你先吃吧。欧姨，我们回来了。欧姨，妈说。欧姨，你们冷静点，听我说。我们沿着麻阳街到监狱的路上找了一天，最后在珠江边上。我爸呢？这是你爸的东西。他们还在大牢见过的。奶奶，欧姨，欧小健，你成绩这么好，去个中专你不觉得可惜了吗？以你的成绩，只要稳步前进，就算是高考，老师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老师，我以后想当个警察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老师知道你家里刚出了事儿，你爸的我真的想好了，这就是我想要填的志愿。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。你奶奶最近身体好些了吗？我听到你和你们班主任说的话了，你真的打算放弃高中，去读警校了吗？我奶奶身体不好，还因为那个人病倒了。其实读警校蛮好的，也就读3年。
海报分配工作，这样我就可以赚钱养我奶奶了。可是我觉得你不能为了挣钱养家而放弃上高中的机会。我想好了，我以后一定做个好警察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那个人懦弱没用，不代表我们欧家都是孬种。你爸爸？他不是我爸，你以后别再跟我提他。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虽然很多地方还没看懂，但是每次看完都觉得充满力量。希望它也能给你带来力量。马小小永远相信欧小健。小小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